大家好，多謝大家訂閱支持。恭喜姜濤香港後援會岩巉榮獲第18屆最佳港鐵廣告大獎2024兩項金獎。我最喜愛港鐵廣告金獎及年輕人最喜愛港鐵廣告金獎。姜濤香港後援會係唯一非商業的機構入圍獲得獎。最佳港鐵廣告大獎由2002年起舉行，今年已踏入第18屆，並以 Embrace the Legend, Envision the Future 為主題。獎項旨在嘉許港鐵廣告中的優秀創作，並表揚廣告客戶、創作公司及媒體公司的貢獻，以鼓勵廣告業界繼續發揮無限創意，創作更多出色的廣告。岩巉隧道係姜濤香港後援會應援第13胎岩巉，全包港鐵銅鑼灣站內隧道，感覺非常漂亮，極之震撼，真係超有創意，得獎實至名歸。姜濤本尊都有去打卡。我不敢說有心找遍有戀人，看月老待人多狠。再多日不幸，有些幸運兒都能凹陷，遇上凹陷，厭嗎？